收咗朋友20蚊借個地址嚟收郵件，最後竟然被重判監27年。究竟發生咩事呢？千祈唔好錯過今次嘅介紹，由甄子丹執導嘅電影《誤判》。子豪係一名差人，佢同同事冒住生命危險捉咗啲毒販。毒販捉到之後，供出咗上線老大張文炳。張文炳揾咗個女大律師喺法庭上做無罪辯護，有女差去捉佢，佢就話女差冇出示證件，以為係癲婆，所以走係正常，唔算拒捕。佢仲話自己係做適當防衛，導致發生咗意外。但實際上，如果唔係子豪一下飛撲埋去抱住佢，個女警可能直接冇命。好彩子豪只係跌斷條頸。女大律師話只係捉住現場有軍火同毒品交易，但冇直接證據話係張文炳搞嘅，講到頭頭是道，唔肯放手。最後陪審團判咗張文炳無罪。呢件事令到子豪心裏面好唔舒服，佢覺得司法制度好似有漏洞，自己又老咗又受傷，冇辦法再衝前線，乾脆轉行去律政司，繼續為正義出力。第一日返工，同事喺度傾一單殺夫案，子豪一聽就話兇手可能另有其人，德善提議賭500蚊，子豪馬上話唔好賭錢，賭支啤酒就算。子豪做差人經驗豐富，但做檢控官就係新手。德善就做前輩咁講解俾佢聽，話警察負責捉人，律政司就負責令佢哋定罪。子豪第一單案都唔算難，一個後生仔馬家傑收到個海外包裹，入邊全部係毒品。佢被捕之後，但係死都唔認罪。結果又拉多個第二被告陳國榮喺佢屋企揾到毒品。馬家傑話自己淨係借地址收件，冇運毒，要再查落去。但冇耐，馬家傑突然改口認罪，想減刑，陳國榮就無罪釋放。馬家傑嘅改變其實係女律師李思敏搞出嚟嘅，佢建議認罪可以減刑1/3。之後李思敏帶住個助理嚟揾檢控官講數，條件係撤銷對陳國榮嘅控罪。振宇上司覺得好，犯人認錯又慳時間又慳納稅人錢，但子豪覺得唔啱。檢控官唔係，只要搞掂案件係要揾出真相。依家睇落，第二被告陳國榮其實仲可以，佢以前有藏毒案底。馬家傑反而一直都乾淨。但振宇話辦案唔係揾真相，有證據就告，冇證據就唔告。馬家傑人贓並獲認罪咗就收工。子豪唔服，揾翻以前做差人嘅馬仔問下，話馬家傑唔似壞人，屋企背景好慘，父母都係毒癮，一個吸毒吸到死咗，另一個成日發癲打佢。於是爺爺搶翻佢嚟養，教導得唔錯。佢係初犯，從來冇染過毒。傾緊之際，馬仔見街角有懸賞毒販，即刻追過去，點知中埋伏，幾個馬仔圍住斬佢。幸好子豪趕到解圍，打嘅時候發現隔籬啲箱原來係大批毒品。今次算係破咗一單大案。但馬家傑嗰單仍然冇結果。馬家傑喺監倉聽獄友講先知，原來就算認罪減刑都要坐10年。呢啲同李思敏之前講嘅認罪就會冇事完全唔同。佢寫信俾爺爺叫佢唔好等，爺爺唔甘心揾咗第二個律師查，先發現馬家傑其實有機會打無罪。之前俾李思敏誤導咗，當然李思敏唔會承認錯，依家想翻案好難。爺爺冇權冇勢，只好揾律師幫手，叫馬家傑推翻證供再上訴。子豪覺得件事有問題，所以作為檢察官喺法庭冇阻止，亦冇發聲，默許上訴，搞到振宇好唔滿意，話呢啲細案搞咁耐浪費大家時間。特別係馬家傑改咗2次口供，振宇決定叫德善接手，仲叫李思敏同助理歐博文出庭作證，話馬家傑唔可信。開庭當日，李思敏話馬家傑認罪時簽咗所有文件，好清楚自己做咩。馬家傑個辯護律師又唔爭氣，冇反駁。子豪終於忍唔住以檢控官身份質疑歐博文，話李思敏誤導馬家傑。李思敏話可能佢學歷低而被人影響，性格單純，人講乜就信乜。子豪話就係因為佢性格單純，所以叫佢認罪咩？聽落對馬家傑應該有利，點知出事。3封求情信俾人揭穿係假嘅。第一封由上市公司董事寫，但根本唔識馬家傑。第2封社工話佢參加過活動，但係根本冇舉辦過所謂嘅活動。第3封自稱舊老闆寫，話佢勤力，但公司早7年前註銷咗，點會係19年請人？法庭認定呢啲信都係馬家傑自己編嘅，證明佢唔誠實。馬家傑急住辯解話係李思敏安排，佢唔知情。歐博文好似早有準備，即刻話佢一直都懷疑啲信，但律師唔可以質疑當事人。結果陪審團認為馬家傑唔誠實，反覆改口無悔意，判佢27年。而第2被告陳國榮就無罪釋放。呢個判決對馬家傑同佢屋企人嚟講，簡直係一場災難。子豪總係覺得呢單案有啲問題。喺司長搞嘅宴會上，佢想請司長幫下手，但司長就輕輕鬆鬆咁將啲問題推返俾佢，叫佢揾上級振宇。子豪想再幫馬家傑揾方法，就私底下去揾佢阿爺。點知佢阿爺早就對司法系統冇晒信心，根本唔信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架車突然衝過嚟，
子豪飛身撲低馬家傑嘅阿爺，救咗佢一命。架車撞唔成，又衝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幾次之後架車撞咗落欄杆，個司機跳車就走。子豪追上去，點知嗰個人居然從欄杆跳落去，之後竟然爬翻起身，睇落唔似有事，一支箭咁走咗。但呢件事之後，馬家傑個阿爺終於信咗子豪係個好人，佢邀請子豪去佢屋企，發現佢哋真係窮到當當聲，乜都冇。佢阿爺同子豪講，其實李思敏係馬家傑打工間餐廳個老細介紹俾佢認識嘅，因為係免費法律援助，佢哋又冇錢，就冇諗咁多，直接接受咗。點知搞到而家變成咁，子豪聽完心入邊好唔舒服，靜靜雞喺佢屋企塞咗啲錢，算係幫下佢哋。翻到律政司，子豪決定順住呢條線索查落去，結果揾到原來李思敏係馬家傑打工餐廳嘅老細劉少強介紹俾佢。一查，劉少強發現呢條友果然唔簡單，原來佢係個毒販，仲係陳國榮同武義父嘅親哥。而家佢哋有證據證明劉少強同陳國榮係兄弟，咁就可以告劉少強干預司法，故意安排李思敏誤導馬家傑認罪，幫佢細佬脫罪，咁就可以推翻案情，重新審理。不過其實李思敏根本唔係關鍵，佢所謂嘅助手歐博文先係背後嘅真兇。呢條友有好多次犯罪前科，曾經喺監獄學法律，出獄之後繼續販毒，但次次都可以喺法庭上無罪釋放。李思敏其實只係佢情人。子豪查得越深，越開始懷疑上級振宇，因為歐博文3次被捕都無罪，啱啱好3次嘅檢控官都係振宇，德善想喺中間講句說話化解誤會，點知振宇一聽就嬲爆。子豪冇理咁多，私底下約咗馬家傑阿爺，話俾佢聽案情有新突破。點知兩個人食飯嘅時候，子豪去咗個廁所翻嚟，竟然發現馬家傑個阿爺俾人斬死咗，佢好傷心，案件又卡住咗，現場冇 CCTV， 冇證據，連嫌疑人都揾唔到。子豪走去揾以前嘅馬仔，叫佢返去加班查案，自己都返律政司繼續查。好彩啲同事都好幫得手。子豪推測受害人應該唔止馬家傑個阿爺一個，要係海量卷宗入邊揾出相似案件。最後佢哋真係揾到幾單，但大部分人都唔敢講。有人已經被冤枉坐監，對司法系統失晒信心；有人就唔想多事，有人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坐過監，冇人肯上庭作證。最後終於有一個喺洗衣店做嘢嘅窮女工肯出嚟幫手，呢下局勢開始好轉。律政司歡聲雷動，振宇見到呢幕心入邊好唔舒服，佢私底下揾子豪。子豪話自己有晒證據，振宇失晒控，除晒衫，直接同子豪打起上嚟。子豪其實早有準備，原來佢個文件夾入邊根本乜證據都冇，全部係白紙，就係想激振宇逼佢講真話。結果真係中計，振宇知道自己鬥唔過子豪，決定認輸，話願意幫手。開庭前，毒販又出新招。歐博文想大事化小，但係毒梟覺得係劉少強辦事不力，搞到件事亂晒。歐博文為劉少強求情，話佢會認罪，會頂晒所有罪，唔會牽連上面嘅人。點知毒梟講笑間就殺咗歐博文嘅小弟。歐博文唔敢反抗，子豪呢邊因為劉少強死咗，件案又卡住。雖然有洗衣店女工證詞，但證據仍然唔夠告陳國榮。但子豪發現一個機會，黑幫好可能接住會滅口。如果可以先揾到陳國榮，令佢變污點證人，就可以拉晒歐博文同整個團伙。子豪跟住呢條思路，成功揾到陳國榮。陳國榮嚇到呆咗，話我有劉少強嘅證據，可以揾到歐博文，仲知道佢販毒地點。但講完呢句，殺手已經圍住佢哋。子豪3人幸好平安。眼見開庭時間就到，子豪帶住陳國榮搭地鐵趕去法院。法庭已經開審。歐博文本身唔想出庭，知道一出就死，但毒梟逼佢去咗。一上庭，振宇連番質問，問佢係咪同劉少強串通，利用窮人地址運毒，然後再用免費法律援助逼人認罪。歐博文死撐話，只要陳國榮唔出現，佢就冇事。振宇當庭申請陳國榮做特別證人。法官話對辯方唔公平，拒絕咗。冇諗到辯方突然起身話我完全唔反對，但大問題係殺手已經喺地鐵包圍咗佢哋，唔好話趕唔趕到法院，有冇命都成問題。子豪決定主動出擊，點知殺手今次帶咗槍，地鐵入邊啲人嚇到四圍走，子豪同殺手打到難分難解，最後毒梟金牌打手都出場，破壞電源車廂，入邊當場黑晒，佢真係勁，兩拳打飛子豪。佢仲講馬家傑個阿爺都係佢殺。子豪聽到嬲到爆，靈機一觸，除咗佢隻鞋，因為成地都係玻璃，搞到黐滿晒成隻腳板，失去戰鬥力。最後用翻佢隻鞋打佢個頭，反敗為勝。喺法庭，振宇盡量拖住時間，大家都以為輸緊嗰陣，口腫鼻腫嘅子豪推住陳國榮出現咗。陳國榮嘅證據加控訴一出，歐博文終於知道自己今次真係玩完。
馬家傑終於洗脫罪名，其他涉案嘅人士陸陸續續被定罪，公義只會遲到，唔會唔到。呢部戲令我明白到，真正嘅公義唔單止係法律上嘅判決，仲需要成個社會一齊覺醒同反思。我哋要學識去傾聽、去質疑、去同理，咁先至可以令公義唔會被誤用，亦唔會辜負咗人。覺得套電影好睇，留個一字；解說好睇，留二字。請訂閱同埋點讚，有多啲關注度，先令我有更多動力。多謝大家支持。